那我们现在抓紧时间，首先，我相信呢，《弟子规》这本书大家并不会太陌生，在这儿呢，还是给大家统筹的介绍一下《弟子规》这本书。那么，《弟子规》的作者呢是清代的学者李刘秀，字子潜，号采桑，生于康熙年间。他大概呢，毕生呢，生活了60年。李夫子终其一生获得的最高学位，就是秀才。此后呢，就没有高中过了，所以举人进士他没有考入，所以呢，也并不是什么状元、榜眼、探花。那么在当时，大家知道一个秀才能做什么吗？当时的秀才就只能教书。那么，这位李秀才，他是如何能够写出《弟子规》的？是因为呢，他用尽毕生的一些精力和经验去研究《大学》和《中庸》里面的文学。虽然他学历不高，但是呢，有很多像这种科举不成功的人，恰恰就学有所成。那么这位李夫子就是一个典型。在科举的路上，他其实算是一个失败者，但是呢，在研究《大学》和《中庸》的领域里，他却颇有建树，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学者。后来他创办了一所学校，叫做敦富斋，吸引了很多人来听课。久而久之呢，他就被人尊称为李夫子。后来这位李夫子根据对传统儿童的一些规范要求，并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写成了一本教育孩子、启蒙孩子的书，当时取名为《训蒙文》。训者教训也，蒙者启蒙也。这个呢，也就是《弟子规》的前身。再后来呢，又有另外一个学者叫做贾存仁，在训蒙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把书本呢改名为《弟子规》。从此之后，这本书便在一些私塾里面开始广为流传。那么弟子呢，也就是指的学生，当然不仅仅是指儿童。那么扩大了讲，但凡是向古圣先贤学习的人，传颂中华传统文化的人，都可以称之为弟子。那么规也就是规矩、规范。弟子规呢，也就是教导学生为人处事的规范。那么，《弟子规》它的全篇到底讲的是什么？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看看它的依据和纲领。《弟子规》这本书呢，是根据《论语·学而》第1篇的一句话，而就像一个总纲领一样，然后呢，把它分为很多细小的章节来阐述。《论语》当中有一句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也就是《弟子规》的总纲领。《弟子规》呢，非常的浅近易懂，而且呢都是3句成韵，也非常的顺口。全篇呢一共是360句，1080个字。《弟子规》全篇分为8个部分，也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总序、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8个部分。并且在这个8个部分当中，每一个部分都叙述了不同的事情、不同做事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我们需要遵守的一些规范。那么总共呢，加起来也就是叙述了113件事。
这113件事情当中呢，就是具体列举出为人子弟在家出外接人待物、求学应遵循和持有的礼仪和规范。下面我们看看《弟子规》的基本特点。当然只是我的一些个人观点啊，仅供大家参考。首先，我觉得呢，《弟子规》它是一本以励志做人为首要目标的这样一个定位的书籍。第二呢，它呢以日常生活为进入口，讲了非常多生活方面的一些该要注意的规范和规矩。我觉得在我们当时在我们幼儿园这个教授《弟子规》的时候，其实很多方面都能够很好的起到这个孩子行为习惯培养的这个一个目的和目标，而且呢，也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家长非常满意，老师也觉得教得开心。第三呢，它呢是以礼仪教育为基本功夫的，当中有很多礼的东西，我觉得呢，从小对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和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第四呢，它是以孝悌教育为关键节点的。我们《弟子规》全篇第1章就是讲如何来孝敬父母。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能人为之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点。那《弟子规》的影响和意义呢，也非常的深远。在清代后期，就是已经广为流传的儿童读物和同盟读物。当时呢，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的影响，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是非善恶美丑的行为标准。那么他所倡行的孝悌谨慎、诚信爱众笃学的精神，对于促进社会和谐，还有现在对于我们包括现在国家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呢，这部书呢也有一个对它的称誉，叫做人生第一部，天下第一规。这是对《弟子规》的一个总体评价。那《弟子规》虽然它的内容非常的浅显，但是呢，它也有非常深远的教育意义。首先呢，我觉得《弟子规》它反映了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也就是传承文化。它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第二呢，它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和精神，并且呢，关注人性的健康成长，人生心理健康之情感，要学会懂得爱，包括爱父母、爱家人、爱身边的一切事物。第三呢，我觉得它向我们展示了古人为学进坚、人生成长之道，告诫我们生命根基之所在。你看看，我们一起细想一下，《弟子规》教我们首先要懂得孝悌，懂得谨信，懂得仁爱，然后呢，学会与人交往。以上这些我们有所修养，或者说去懂得以后，然后你有什么余力才学文。所以就是说，其实包括现在可能这一部分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需要去慢慢去走的一条比较好的路线。第四一个，它呢为我们规定了伦理生活的基本范畴，为构建和谐、和睦、和乐的人际环境提供了依据。第五个就是为我们构建了人生的习惯和规矩所以才被誉为人生第一部，天下第一规。那么今天呢，我们重新倡导这篇经典童谣，也是力图呢借古人的智慧，为当代儿童的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养分，培养一个礼仪道德之风，营造人的心的纯净，社会安定的温馨世界。那么像在物质文化的今天，
其实古老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过时，因为智慧和真理是永恒的。那么下面呢，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里面一些比较容易混淆和那个读错的一些字音，大家可以把书本也拿出来，一起来温故一下。冬则温，夏则庆，这个是我们第一章入职校里面所提到的。那么这个庆字啊，就是我们平时说清凉的清，少了1点水啊，这是2点水。这个有时候像我们如果是在小学里面教授的时候，容易跟那个清字混淆，一般还是会稍微讲一下。这个庆就是凉爽的意思。冬则温，夏则庆，这句话还是很好理解的，是不是？冬天我们要为父母带去温暖，夏天呢要使它清凉。言语忍，忿自泯，这个泯就是要消灭、丧失的意思。这是第2章出则悌里面的一句话。晨必冠，兼漱口。冠也就是我们平时早晨应该要洗脸洗手洗漱的意思。大家一起就是看这个上面一起看起来没关系啊。便尿回，那么这个尿呢，它是一个多音字也读溺，溺爱的溺，同时呢它也同那个尿，就是我们经常要告诉小朋友什么，便后要洗手，折尽手，也就是立即就要去便尿回，折尽手，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治污秽也是讲我们这个平时的生活习惯，衣服不要乱扔乱堆，这样呢容易导致衣服的脏乱，治污秽。好，那么这边呢是一些比较难懂的字词，还有一些语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句话要比较用现在的话，可能就是读上去比较不知道是大概说的什么意思啊。勿见欲，勿博矣，勿积聚，勿摇臂。其实呢它表达的就是4个动作，4个平时我们看上去不怎么雅观应该注意的动作。勿见欲，欲指的是那个门框，因为古时候那个门的前面都是有一个台阶的我们不应该去踩它。包括现在我们去一些包括故宫包括古老的建筑还有那个佛堂里面那个门不是都有一个门槛吗？那很多人其实喜欢踩上去，其实这应该是一个不礼貌的做法。那下次我们知道以后呢，就应该是跨过去不要去踩门槛。勿见欲，勿跛矣，跛矣就是跛，我们都知道是吧？就是歪的，跛矣也是站不正的意思，倾斜的意思也就是有点靠着呀，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说怎么站没站相，就是指这个一个情况，一个姿势。勿积聚，积呢大家应该都知道，以前他们古人是用那个簸箕，那个簸箕是一个长口嘛，它只是用这个簸箕来形容人的坐姿，不应该是两腿坐着的时候不应该是这样张开的，因为这样对别人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一种动作。我们应该把双脚并拢，所以勿积聚。那么勿摇臂，这个大家就再熟悉不过了，用3个字形容就是吧？二郎腿，对勿摇臂，也就是不要摇晃我们的这个大腿是二郎腿，不要量二郎腿，这样呢在这个生人面前也是不太好看的，不太礼貌的。也就是这句话勿见欲，勿跛矣，勿积聚，勿摇臂。现在大家都应该记住这4个动作了哈，以后在生活当中能避免就避免。勿佞巧也是我们后面
章节里面提到过的。这个佞字呢，也就是巧言谄媚的意思。有些人喜欢阿谀奉承那么这样呢，我们也是应该去避免的。我们应该做一个真诚正直的人。《弟子规》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见人善，即思齐；纵去源，以见机”。那么这个机，因为它是用的这个足字旁的机，所以呢，可能跟它的字面意思会有一些差别。这句话呢，主要是讲看到别人行善，就要想到自己也应该努力去做，也就是见贤思齐的意思。那么后面纵去源，以见机，也是告诉我们，即便我跟这个人有一定的差距，也应该，就是说，其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的去赶上他，所以机在这个地方是上升的意思，让自己有所提高，在后面的章节还有一句话叫做“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訾”。那么这个“訾”长得有点像誓言的誓，